未来的变衫款是真歹按算，亲像这印度的明里就有一个散车的查某囡仔，伊伫3档前的时出现伫好莱坞的演员所翕的旅游影片内底，嘛因为这个影片全改变伊的人生。伊即马变做是 IG 的网签，有37万的迷众咧甲斗支持，即马阁有厂商来找伊拍广告，伊嘛因为安尼改变因兜经济环境。 印度媒体以贫民窟公主加入超级 model 形容15岁的玛丽莎卡瓦，用伊为名的 YouTube 频道有81000个订阅数，底片上侪有356万次的订阅数 ，IG 的追踪者更加是有37万6千。 3年前，玛丽莎甲父亲住伫蒙北海边的贫民窟，破厝内底堆完粪扫，把流的时阵，人伫厝内坐，海洋直接冲过来，无一块所在是大的。也毋过，当好莱坞演员罗伯·霍夫曼来遮旅游，意外翕到玛丽莎的时，伊伫镜头前自然大方开朗的模样，得到霍夫曼的心，所以伫社群媒体替伊成立募款网站，改变玛丽莎一个人的人生。 I feel good because in camera I look different, in real life I look different. 印度总人口有我3成是捌字超过2亿人生活伫散车线下面。中世制度的全面改善，确实真歹翻身。也毋过伫网络拍开知名度了后，玛丽莎毋但成做印度版大都会杂志的封面人物，今年3月也成做印度化妆品牌奢侈品牌。Horus Essential 的大经纪人，一个人也为贫民窟搬到有自用热经啦甲自来水的一间公寓。My life it means I feel I'm very happy of myself that before I used to stay in a hut, but now I have a nice house for myself, and now I will take a very big house for my family on rent, and I'm excited for that.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